Ready， 好 ，Let's go， 好啦，之後到藍色啦。咁第一張咧就係呢個造兵嘅新卡嘅，係一個顯現嘅卡嘅。咁條件咧就係呢個造兵嘅靜態契約神咧，同埋自己個 turn 做到噶啦。咁呢張嘢顯現或者挨打嘅時候咧，就自己抽一，由手牌掉一嘅。又到呢科1、2啦，自己 main step 嘅時候重複不妥嘅。呢隻 spirit 以外嘅造兵系統，自己 spirit 或者 brave 召喚嘅時候咧，就自己加坑嘅，可以確保翻以前造兵難加坑，除咗塊地之外加唔到坑嘅呢個問題所在嘅。而且佢顯現就補到牌嘅，挨打都可以補到牌嘅，但係最大問題抽一掉一嘅係。咁當然啦，你可以落翻呢個回收哥倫姆或者呢個 Kizuna Return 嚟彌補翻呢個問題嘅。咁呢張我個人認為係一張最新嘅硬件嘅，所以我點都係會打齊3嘅，可以係要嚟代替咗舊 sticker 嗰個位添，仲可以係。到下一張啦，就係呢個爆倉嘅新卡嘅新狗啊。咁呢張係3蚊2兄減嘅。咁呢張嘢啦，召喚挨打嘅時候，自己有呢個爆倉契約神嘅時候咧，咁就自己可以抽一，由手牌掉一啦。如果呢個效果係掉一張爆倉卡嘅話咧，咁自己仲可以加坑添。由到level 2自己攻擊嘅時候，如果封印中嘅話咧，爆倉自己 spirit 挨打嘅時候咧，對面要罰5滴嘅係。咁呢張卡嚟講，佢3蚊2兄減照出嚟又唔係特別貴，加上打同召效嗰陣時抽一跌一嘅話，你呢個位老鳳都可以跌到爆倉嘅話咧，咁基本上你嗰下都可以加到2卡噶啦。咁然之後就係條攻擊效果，封印時自己爆倉打嘅時候派自己啲怪可以分到面5度，咁呢個係幾優秀嘅。咁畢竟佢呢條效果係重複，我當你場面有3張，我自己分到面15度，超強大。好啦，到下一張啦，就係呢個元初新嘅 Mirage 卡啦。咁呢張 Mirage set 嘅時候咧，咁係一張3蚊2兄減嘅，由佢作為 Mirage 嘅時候都係3蚊2兄減嘅。呢個 turn 元初同永結自己嘅 spirit 一隻當最高呢嘅係。由到 level 1呢張係召嘅時候啦 ，cost 3以下，不如就好似一隻炸咗佢。作為白紙嚟講就唔差嘅，不過就係得一隻當最高呢啊，合情合理嘅。本身佢都識發多次Mirage效果，但係可能都係打一就夠老屁嘢嚟嘅，唔會打多，唔係點識賺資源。好啦，咁下一張啦，都係呢個爆倉嘅新卡啦，4蚊3兄減嘅。咁呢張嘢咧係有封印中嘅奇效嘅。咁重複不妥啦，手牌呢張卡系統自己爆倉嘅 spirit 重疲勞嘅時候咧，就係1蚊特殊召喚啦，但係條件係要封印中嘅。由到 level 1、2、3啦，自己攻擊嘅時候啦，爆倉自己嘅 spirit 全部加5000 BP 嘅。如果係封印中嘅話咧，咁就重複不妥啦，系統爆倉15000 BP 以上嘅 spirit battle 終了時對面要粉10滴，係幾有趣嘅。咁啊，但係就畢竟你幾可以跳到15000咁大隻啊？雖然話佢自己最高都10000，加埋都15000，但係就會唔會咁多豬做咁大旗係另一件事啦。咁呢張卡嚟講未必會打到嘅，可能打2就夠噶啦。睇個人啦，畢竟佢身向同舊向唔同。下一張啊，又輪到我最中意嘅造兵啊，係一張新嘅顯現紙嚟嘅。咁顯現條件咧就係呢個小正太契約神同埋呢個坑4以上，自己 turn 咧就做到噶啦。咁level 2、3啦，呢張嘢顯現或者挨打嘅時候，自己開3 deck，由契約神小正太1張，又或者眷屬同造兵持有嘅卡1張可以加入手，其他就炸咗佢嘅。由到level 2、3啦，自己攻擊嘅時候啊，系統或者帝王同造兵自己嘅 spirit 挨打嘅時候咧，對面 spirit 卡嘅 burst 效果係不能發揮嘅。咁雖然係一張顯現嘅色卡，但係會唔會落咧？我就反而未必會落佢嘅，因為佢揾咧係就係揾呢個契約神啫，佢唔可以揾翻原版嗰張神。同時地，佢係揾呢個眷屬同造兵，即係如果你想落翻呢個舊嘅造兵化神咧，都係入唔到手嘅，要炸咗佢嘅。咁呢個位咧，我係會用翻啲齋抽卡嘅，一係你就用呢個倉波咗啊，一係咧你就用抽一跌一啊，一係用燈塔嗰輪冇抽完跌一嗰啲咁樣嘅，即係確保翻你想掉啲乜嘢係你自己揀，而唔係佢開中你冇得揀咁樣嘅係。由佢 level 2、3封對面 spirit card 嘅 burst， 咁而家嘅 spirit card burst 係多嘅，但係你玩親呢啲 brave deck，你都要諗翻對面會唔會有呢個爆炎霸王擊呢樣嘢，因為始終都係個好勁嘅手坑同一張 burst 嚟嘅，同埋佢係限咗呢個眷屬係王嘅，咁你最後大字一擊必殺嘅時候，咁你都係踩唔中呢條效嘅，咁就自己諗啦。呢個位就我個人就唔會打嘅呢張，我用咗燈塔哥倫姆嘅呢個位。好，下一張啦，翻嚟呢個元初啦，係一張新嘅顯現卡嘢，咁佢顯現條件咧就係自己 turn 啦，契約神混沌啦，同埋呢個坑以上就做到噶啦。咁level 2、3啦，呢張係顯現或者挨打嘅時候，抽2跌2，由 turn 回同名。如果呢個效果係炸到呢個 Mirage 卡嘅話咧，咁自己就可以加坑嘅添。到 level 2、3啦，呢張係挨打嘅時候啦，對面牆上面一張 magic 係炸咗佢嘅。呢一張卡嘅話係可以彌補翻混沌唔識拆對面牆上 feel 呢個位嘅。咁但係就畢竟佢都要3G 先做到呢條效，都比較尷尬啲。咁然之後佢上效就純粹俾你做翻個雷牌咯，個加卡動 bonus 咁用咯。畢竟推一同名好撚多餘咧。好啦，到下一張啦，繼續呢個元初嘅新卡嘅一個新嘅 burst 卡嘅，咁就係呢個新嘅半英傑嘅。咁 set 低呢張卡啦，俾對面破嘅時候咧，咁就可以立即發動嘅。咁 burst 條件咧就係對面呢個 spirit 或者 ulti 發呢個召喚時嘅。咁效果就係抽3跌2，之後呢張卡召喚啦。由到 level 2、3自己攻擊嘅時候，永結自己 spirit 挨打嘅時候咧，嗰隻嘢對象 cost 數以下嘅 spirit 或者 ulti 一隻炸咗佢。我自己嚟講未必會落佢嘅，畢竟佢淨係純粹攞嚟抽3跌2做翻個雷牌，意義性不大，同埋都係靠對面召效先做到的話，就真係可能有少少不太良好。畢竟你去到中後期，對面未必發召效嚟得閒理你噶啦，同埋條棋台效多一句咧，3G 先做到呢樣嘢，真係唔係太良好，又識飛翻出嚟，唔係特別強大子，未必會落。好啦，到下一張啦，又翻嚟呢個造兵咯。咁有奇效嘅，咁重複不妥啦。手牌呢張卡，自己呢個 Talos 哥雷姆或者呢個即係 Zulaido 哥雷姆召嘅時候咧，就可以1蚊進喺個特殊召
召喚啦，亦即係呢個顯現嘅大指同埋呢個蒼白爐神，同埋好似將超顯現都係呢個名嘅。咁呢個時候咧，最低 cost 嘅對面一隻炸咗佢嘅係，由到呢副日自己攻擊嘅時候啦，即係嗰幾張大指挨打嘅時候咧，就可以抽3跌2嘅。咁做兵缺唔缺補牌咧？其實唔太缺嘅。如果你自己落嗰啲顯現啊或者抽啊，咁其實係唔驚冇得抽類嘅。而手牌呢條特召效係要嚟俾你嗰啲大指進行呢個特召或者顯現嘅時候咧，可以抽一炸對面最低 cost。咁有冇必要咧？又算冇，因為佢自己本身都有條挨打由炸對面效嘅。咁呢張嘢又唔可以回收性咁樣，佢自己又食唔到條名效。咁我一開始有落1嘅，但係都係冇咩必要，因為玩咁耐，最後個爆頭手段一係就將蒼白爐神，一係你有將化神又溝張超顯現咁樣收頭嘅係，用唔用條效咁用唔到啊係，嗰條效同化神撞咗，啲化神直接擺打都炸啦。咁呢張我就唔會落嘅我自己。好啦，到下一張啦，又翻嚟呢個原初啦，都係一張新嘅 Mirage 啦，咁係6蚊3輕減嘅，係比較重嘅。咁呢張 Mirage set 嘅時候啦，無視 Brave 嘅 cost 數啦 ，cost 7以下對面嘅 Spirit 或者 Ulti 炸咗佢嘅。然後到呢張 Spirit 啦 ，level 1、2、3啦，對面一 turn 就係可以用一張魔法卡啦，一 turn 就用一次喎魔法卡，之後唔會再用。哦，冇錯。然之後條 level 2 free 打時效果就係自己喺對面嘅一塊地就炸咗佢，就一個翻值。咁啊，並位強大，係一張雨字，藍色炸地喎。佢手推出嚟。好，下一張。好啦，到我最中意嘅 Brave 階段啦。咁第一張咧就係呢個造兵嘅新 Brave 啊，我個人認為係非常之優秀嘅一張 Brave 啦。咁呢張卡或者 Brave 咧係可以同呢個契約神小正太進行呢個複數合體嘅，即係可以5檔嘅合體數，老鏈拍晒3把上去嘅可以係。由佢合體條件咧就係造兵就做到噶啦。咁合體嗌打時啦，咁自己加卡啦，然後呢隻 Spirit cost 數以下一直炸咗佢係。由佢合落地嘅時候啦，合落地嘅條件咧就係呢個奧林同創界地就得噶啦係，即係你可以合宙斯嘅係。咁 Fresh 啦，咁佢有條契約技嘅合體緊嘅時候係，就係 Fresh 相互攻擊嘅時候啦。聽日回歐5珠炸對面一隻有 Spirit 顯示效果嘅 Spirit 嘅係，咁佢條契約技咧通常用唔到嘅係，我個人認為就佢嗰條嗌打加坑效咧係比較鉗嘅。如果佢改成召效嘅話咧係會好好多嘅係，因為你唔想前期咁樣合住啲細怪飛過去，又冇加春喎，純粹單春咁樣加坑咁樣，又俾對面入 Fresh 啊，俾對面入 Burst 啊，俾對面入血咁樣加資源嘅係。但係佢主要條件係真係你唔計合體數合落塊地度，即係你拍晒3把，你可以配翻前面嗰啲嘢咁樣，俾你加個坑啊咁樣，又做咗神托，所以我覺得係非常之好嘅，而且佢平啊嘛出嚟係。咁呢張我自己係會打齊3嘅。到下一張啦，就係呢個新嘅造兵神話大錘啊，係呢個5蚊3輕減嘅，比較重嘅，但係佢都係有奇效嘅。就係呢張卡咧合落呢個契約神小正態度咧，都係可以個複數合體嘅，即係一塊地咧最多係可以合3把舊神錘、3把新副錘，再合呢個3把新嘅神槍錘嘅係。又到呢隻悲苦召喚時啦，自己加坑先啦，由自己開一 deck。如果嗰張係契約神小正態或者系統造兵嘅卡咧，就可以入手，其他卡就炸咗佢嘅。合體條件咧就係呢個造兵同 cost 以上就做到噶啦。又合落塊地度咧，都係呢個奧林同創界地又做到啦，即係可以繼續合鬥師嘅你可以。咁佢有契約技嘅，都係相互攻擊契約技3嘅。咁歐3珠啦 ，cost 7以下炸對面一隻。咁呢條效咧完全就係頭先嗰把嘢嘅上位版嚟嘅，由頭先打效咧就變召效，而且佢做咗食到牌嘅係，而且佢係呢個抌3珠咧就炸到對面 cost 7以下啦。咁硬件啦，複數合體加到坑，抽到牌，累到牌，咁點都係要打齊3嘅呢張嘢。好啦，到地卡階段啦，咁第一張咧就係呢個造兵新地卡啦，睇落係造兵，其實係輪圖。咁點解咧？因為輪圖都係出過一張一模一樣效嘅紙嘅，而且仲係平1蚊嘅添。咁呢張嘢啦 ，level 1、2永久效啦，自己手派5張以下咧，咁自己手派唔食對面效啦，即係嗰啲會輕效嚟嘅。到 level 2啊，自己 end step 嘅時候重複不妥啦，自己有呢個小正太契約神嘅時候咧，就抽2，又手派抌剩3，唔落我自己唔落。好啦，到最後一張地卡啦，就係呢個原初新嘅地卡啦，呢個英傑門的女鬥技場啦，咁有奇效嘅。咁聽回同名啊，垃圾桶呢張卡，自己勇傑系統嘅 Mirage set 低嘅時候咧，就可以敷輕減配置噶啦。由到 level 2啊，自己攻擊嘅時候重複不妥嘅。原初同勇傑自己 Spirit 嗌打嘅時候咧，自己可以發一條藍色 Mirage 呢張 Mirage set 低時嘅效果嘅係。強大打就夠啦，唔會打多。畢竟色粉飛翻出嚟，其實分鐘能打都夠添啊，分色粉飛翻出嚟就算數啦。之後純粹都係貪佢下邊條 LED 效啫，可以純粹俾你幫你班細機打嘅時候再發多次場上啲 Mirage 效果，做翻啲奇怪嘅出嚟，夾嘔心對面。咁如果嗰條 Mirage 效係聽回同名嗰啲咧，咁可唔可以再寫一次？敷輕減配置要俾2蚊出嚟喎，你就要拍1蚊喺上面喎。冇嘢驚春咩？好，啲地都要擺豬噶啦。好啦，到藍色嘅 Magic 啦，係第一張嘅啫，就係呢個原初嘅 Magic 嘅，係一張 Burst 卡嚟嘅添。咁條件咧就係對面消滅或者破壞咗自己嘅 Spirit 或者地嘅時候啦，咁垃圾桶雲狀態，自己原初嘅 Nexus 卡一張可以免費配置嘅，之後就可以發佢條 Fresh 啦，當然係。咁佢條 Fresh 啦，我睇唔明。
合計炸走自己 set 緊嗰張 Mirage 嘅 cost 數嘅怪，炸到嘅話就財一豬俾自己嘅總結系統嘅 Spirit 同埋 Nexus。咁佢真係當你可能 set 低緊嗰張 Mirage 係7 cost 嘅，咁就炸合計7；set 低嘅係3就合計3，係9就合計9，咁簡單。咁有冇用？係冇用嘅。多謝完。唔落 Next 啦。好啦，到呢個大指階段啦。咁第一張咧就係呢個爆倉嘅新卡，同時地亦都係呢個12神王嘅更新卡啦。呢個豬嘅12神王 X 啊，咁佢係一張封印顯現嚟嘅。咁條件咧就係自己嘅 turn 有呢個爆倉契約神同埋呢個坑以上就做到噶啦。咁 level 23啦，呢張係嗌打嘅時候抽2跌1，由佢 level 23嘅時候咧係有一個新嘅效嘅，就係呢個爆特進啊。咁條件咧就係呢個封印中嘅。咁效果就係最低 cost 就係篤佢指定攻擊，防禦嘅 spirit 破壞，就得免憤怒。唔係，篤緊嗰隻，如果嗰隻嘢我當佢可能中途俾人殺死咗嘅，或者佢死咗嘅話，咁就篤另外一隻低過佢嘅 spirit，唔係，等陣先，揀對面一隻最低 cost 數嘅怪進行隻抽，然之後如果擋嗰隻 spirit 或者破壞嘅話，咁就粉對面6度，就再揀第二隻怪最低 cost 數嘅，繼續隻抽。呢個效果打嘅效果不能被阻擋嘅。穿甲隻抽，好係前後都係穿甲隻抽嘅，即係我要強姦你，我就強姦你，就係咁簡單。打三呢張係打三，累到牌穿到甲。本身爆倉呢副 dip 跳坑都好快嘅啫，畢竟其實佢2坑真係好易做到嘅啫。老鳳都打成3噶啦，係啦，強大嘅。好啦，到下張咧就係呢個原初新嘅 XL 卡啦，混沌獸王啊，咁係一張 Mirage 卡嚟嘅。咁 Mirage 咧就係呢個5蚊3輕減嘅。咁呢張 Mirage set 低嘅時候咧，自己嘅 Nexus 或者創界神 Nexus 咧任意疲勞，由每疲勞嘅對象每一張咧，咁自己勇結 cost 5或以上嘅 spirit 就一直值。又到下一條 Mirage 效啦，係一條相互攻擊嘅 fresh 效嚟嘅。呢張 Mirage 咧，如果係自己坑6或以上嘅時候咧，就可以進行呢個俾錢召喚嘅，係即係呢個8蚊6輕減嘅。又到佢當為呢個 spirit 嘅時候啦 ，level 23呢張嘢打檔嘅時候咧，篤對面 spirit 就係 OT 一隻，由對面咧就要粉紅 cost 數嘅卡，由篤嗰隻嘢炸到佢。簡單啲嚟講，條打效就係當對面隻嘢係逢魔士王，我篤嗰隻嘢就對面就粉20滴，然之後就炸埋佢。簡單啲嚟講，我篤完你，粉完你副滴，再殺埋你，就咁簡單。先奸後殺，江湖奸殺令打唔打？打就肯定打噶啦，係睇打幾多嘅啫。畢竟呢啲咩效果，打2就算數啦，唔使打多。會唔會召佢出嚟發呢個江湖奸殺令啊？睇情況，分分鐘可能再強姦到裏面多一下咧。2個春喎佢有。屌，2個春有咩用啫？分分鐘你打機又唔知2個春噶啦。同埋好好簡單，佢呢條效果打檔都可以發噶嘛。分分鐘我嗌檔嘅時候，篤緊你打嗰隻，然後就粉埋你副 dap，再殺埋你個人，而呢個江湖反殺幾好。加埋張王子，你每打一次你就基本上皮一張夾值個王子咪係咪？基本上有幾多張地有夾值幾多次咯已經。好啦，就試㗎啦。好，白色勁啊，唔使講咁多。你老母嘅收皮啊你，收皮啊你，收皮啊你，即係我收皮啊你。好啦，到最後啦，就係講呢個 CP 卡嘅。咁呢張5張 CP 卡咧，都係以前嘅契約 deck 進行呢個超顯現嘅。咁第一張咧就係呢個古龍嘅，我個人認為係一張好勁嘅字。咁一張超顯現，超顯現係將粒蘇珠擺翻進隻怪度，然之後創下神加翻一粒珠，咁呢隻嘢就可以照翻出嚟，就咁簡單。衝個神準翻豬落墳啊！知唔知呢個對象 Core 加1啊？清哇屌又食又拎啊！真係。喂，你有冇玩過超顯現㗎你？冇啊，我冇玩過。屌，超黃林我識啊，超顯現我唔識啊。屌喂，上代已經有嘅嘢嚟㗎啦，已經係 Standard 舊地嘢嚟㗎啦。假嚟㗎你。屌你係咪去咗個 Standard 啊？玩 Standard 嘅都係弱者。操！好啦，OK，我哋正題講翻張卡嘅效果先。好啦，張卡嘅顯現同打字效果一樣㗎啦。咁啊 turn 1啦，就自己焚嘅嗰個名同 Generator 2張卡入翻手，然之後就出翻自己2隻 token 出嚟，就 flash 效果就 level 2 fin 做到㗎啦。自己攻階 flash 撳掣殺自己一個創造系統嘅 spirit 就炸穿對面血落墳。咁呢個位幾優秀嘅。咁畢竟佢呢條穿越效就冇限 turn 1嘅。基本上如果當對面可能交咗嗰啲暴風雪豬逼的話咧，咁你就可以瘋狂殺自己嘅啲僆仔，就穿對面血落墳，幾優秀嘅。2或者3咯，個人喜好啦。3嘅話就太大力啦，因為你本身自己轉神都搏到對面。都話睇情況做人咯。好，到下張啦，就係呢個哈迪斯嘅超顯現啦。咁條件就係自己嘅攻階也係自己嘅啫，而且係呢個哈迪斯同呢個坑10以上嘅。咁呢張嘢 level 23呢張嘢顯現嘅時候咧 ，core 4粒或以上嘅對面 spirit 就 OT 一直炸咗佢，呢條就係穿甲嘅添。又到 level 23啦，呢隻係挨打嘅時候，自己垃圾桶一張紫色嘅 model 名俾錢召喚嘅要。由呢個時候咧就可以發多次呢隻 spirit 顯現時嘅效果。以單卡嚟講，佢雖然未必話特別優秀，但係你配睇翻佢當其時哈迪斯嘅創界神其實幾勁嘅，因為畢竟哈迪斯嘅創界神咧，佢優秀嘅係佢可以喺墳度繼續做翻佢嘅超顯現，就當你呢啲超顯現俾人送晒落墳都好，你都可以繼續喺墳度飄翻出嚟，換翻粒蘇珠，繼續做翻呢啲咁嘅奇效果。咁同埋唔差嘅，2個春打過去，識墳飄翻出嚟，算係咁噶啦。打2啦，3多咗啦，1、2咯，我覺得。到下一張啦，呢個冰蟲超顯現啊。咁呢張嘢顯現嘅時候咧，空間鋤2珠落
自己兵蟲嘅 spirit 度，然後自己每有一張 set 低嘅卡咧，咁自己契約神嗰張何老師咧就可以加一粒 core，咁最大都係加3啫，你2張 mirage 加張 burst， 又到 level 2、3啊，自己攻擊嘅時候啦，兵蟲自己 spirit 挨打嘅時候咧，對面係唔可以發 burst 效果嘅。以單卡嚟講，並不特別優秀咯。下效就周街都有噶啦，風爆力效果呢啲應該要有嘅嘢嚟噶啦。佢頂盡都係俾你飛出嚟嘈下豬，回翻啱蘇，繼續其他顯然算數噶啦。所以打2啦，都係打2嘅啫。打1或者0，我覺得係你鋤豬嘅話，副嘢其實鋤得多噶啦，已經係。其實副嘢都係靠面嘅啫，邊有後期啊？前期打先有到用型噶啦。呢張未必會落，佢舊代嗰張大字都未必會落，所以落嗰張特照嗰張螳螂就算。好啦，到下一張啦，就係呢個雙晶嘅超顯現啊。咁條件就係自己嘅 turn，呢個銀輪契約神同埋呢個坑9以上就做到噶啦，而且有奇效嘅。自己呢個雙晶嘅契約神咧，開得開中佢咧可以入手嘅。然後呢張係顯嘅時候咧，有呢個解放2嘅。自己雙晶疲勞嘅 spirit 每一隻咧，咁呢個 turn 雙晶嘅 spirit 就全部加個白春，又解放2啦。呢個 turn 自己嘅 Alien Lord 全部唔食對面效。呢個名係得呢張超顯現同張舊顯現啫。係啊，兩張大技啊，勁喎，咁呢張嘢係咯，係啊，定會好惡嘅呢張嘢。你最後收頭位，你一出嚟老鏈加春，然後你解放埋，你有埋頭先嗰啲咩唔俾擋嗰啲嘢，一拳飛過去喎。總之就係好多標，然後再加多個封埋 magic，之後再加埋暗 block，一拳勁大春打過去對面都好似就死啊！有團抗，仲要識得留佢喎，邊個擋得住你啊？打3啊！有暗波蝙蝠，死啦！好啦，到下一張啦，就係呢個棄手嘅超顯現啊，大女神啦。咁呢張都係有奇效嘅，而且佢嘅條件咧就係呢個對面嘅攻階啊，係對面啦。咁就係呢個阿印度婆啦，同埋卡爾以上就做到噶啦。咁佢條奇效就係呢張卡自己黃色嘅 mirage 效果開中落墳嘅時候咧，就可以當 cost 4再加入手添。又到 level 2、3啊，自己攻階嘅時候重複不妥嘅，自己坑2或以上嘅時候，自己黃色 mirage 效果扣對面血嘅數量係加多1粒嘅。我會打2嘅呢張。其實建議打3，我知噶嘛，真係有內鬼，終止交易，終止決戰，走先。打3啊，OK，打3啊。再執啊，再。你又唔會驚開唔中呢張嘢？但呢張嘢要開中上手嘅，但呢張嘢就係可以手批嘅。如果係地槍嘅話，對面槍 cut 完 back 之後留低，好似係咁。夠抽啦，大佬一卡飛咗出嚟嘅嘢，你仲想點啫？好，到下一張啊，我最中意啊，超顯現天平魔槍。好啊，咁佢條件咧就係有一個小正太契約神啊，坑8以上，自己 turn 就做到啦。咁天平魔槍啊，顯現時效果啊，自己垃圾桶啊，藍色神話 brave 一張啊，無費支付召喚，由呢個 turn 自己嘅 spirit 全部當最高咧。哦，原來你係呢個間尺啊，係天平魔槍間尺。好，又到 level 2啊，自己嘅攻階效，自己做兵嘅 spirit 挨打嘅時候，對面粉一滴。如果嗰張係 spirit cut 嘅話，咁呢個 battle 對面唔俾用 hand 啊。冇錯，呢張就係嗰張所謂金 cut 效啊。恭喜你啊，2026年死咗天平魔槍喺2026年度翻生啊。我風紋咧，中風粉，2026年啊，中風粉，走開裏面放狗，堆嘢飛嘅位，走啦你，本身我建議清除白體歐對面粉先數啦，冇啦，我特風紋咯。走開啦，邊度咁點翻風粉啊？做兵啊，呢副係做兵啊。應該呢張嘢顯現嘅時候咧，勾晒對面粉，由自己嘅垃圾桶嘅神話 base 任意召喚，唔鎖神話添啊，自己 base 任意召喚，拍晒落去，由自己全部當最高咧。由挨打嘅時候啊，自己每一張呢個神話 brave 就粉對面1滴啊，粉對面30滴。由呢個 battle 啊，對面唔俾交 hand，唔俾用墳，唔俾顯現，唔俾黃藍，唔俾用 magic，唔俾嗌，唔俾叫，唔俾講嘢，唔俾飲水，唔俾去廁所，唔俾嗌質處，鎖晒對面所有嘢。以上對話係來自於黐線佬啊，大家可以唔使聽。收爹啊屌！冇捻咗天平魔槍，我心俾我再強化啲嘅版本啦屌！唔係咯，我覺得不能使用係唔好用，我要係效果不能發揮嘅。對手不能呼吸得唔得啊？都係咁樣種，嚟到最好啦，end show 噶啦，係咁先啦，收工咁多位。啊屌，講埋下次係拍啲咩啊屌？下次係拍呢個同佢拍啊？有啦屌再拍 back 好冇 ，standard 啊嘛，下次要講 standard 啊屌。講 standard，你哋兩個講啦，我唔同你講 standard 啊。咩？你都可以講啊嘛。下期預告講呢個 Laida Center 勾埋 Starter Booster，就係咁。啫啫啫！ damn See you。